节，上爱喜爱未了，就本爱，爱同你喜，不是上太多，听听你好，爱的就会读懂。东好堂的一条歌曲，迄毋迄老多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好应讲同你专辑吧？啊，唔咩哦，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嘅係一本書。我相信家下大家對畫面當個看到嘅呀，有一個雞人茶啊，有一個司機嘅泰國啊，後背坐地啊，高速來衝嗰本大家堂啊，感覺從嘅風景就係非常歡喜嘅安樣嘅感覺。啊，唔過其實愛講一本書。一本書按到塔庫西愛去奈味，也係一本輕體篇的書，係由呀七重文化也擺進行出的書哦。實際就來分享，今日節目底度也有請多位來賓來分享七重文化嘅這行作，也係一本書嘅總編輯，做得好分享。大家好，我是劇場文化周德豪。那很高興今天來到福氣來了。哦，有分享執行長又來到節目當中哦。上擺同大家有分享一本書同地酒的結合，然後它也結合了漫畫的元素都底度，同樣非常嘅響應，然後也是一個親男兄弟亞的東西可以做一個跨界變成一本書，也擺咩同樣一本書啊，其實看起來就是一本好像就是有照片啊，然後很豐富有圖文的一本書。啊，唔過其實結合嘅咁多東西，包含講客話，包含雞場茶，包含旅遊景點，包含也可能雞場茶司機嘅也的小街這些介紹，全部都在裡面了。那執行長也是總編輯，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這本書是一本怎麼樣的書呢？好，I He Night Way 是我們這一次出版的客語計程車的新書。那其實我們希望從客語計程車司機的視角，比較親近的來介紹跟客家文化，然後桃竹苗客莊有關的這些景點，還有一些釋放景點，還有一些美食。那所以其實我們在書裡面，像主持人剛才提到的，會有計程車司機的故事，還有在桃竹苗司機會去到的這些不同的私房景點跟美食的介紹。那另外很重要的是，我們在最後每一篇都會有司機在日常生活中會說到的客語。那所以它是一個結合這4大部分的一個旅遊書。因為像其實因為像我係苗栗人，我是苗栗人，所以嗰時候我做到苗栗嘅時節，其實我冇按家會坐機場茶，啊唔過我特別做苗栗，我就看到東道嘅離合，就是等我去坐那個計程車，因為比如說像苗栗的大眾運輸沒有這麼的發達，所以等於說很多人會依賴機場茶按用嘅交通工具，所以其實我有時候心裡也會有一點燃起一個好奇，就是想說，司機大哥大姐好像他們都知道很多好玩的地方，所以一本書就會直接去訪問了非常多客莊的這些計程車司機們。對，像給他的分享青菜梯，然後包含他自己的故事啊，然後好吃的好玩的，連客語都一起在這本書告訴大家。但是青雄我弟哦，就也很好奇的是，總編輯要出這樣子的一本書，他一開始的定位就是客話客語這件事情，還蠻好奇總編輯為什麼想要把這些元素，特別是把客語放在很前面這樣子。因為其實我自己是客家人，那所以其實我們在做出版的時候，我們也有關心現在都有在推行那個國家語言政策。那其實我們也發現到客語
台湾客家人口大概400多万人，可是会说客语的人其实他的比例其实非常低，像我就是我听得懂，但是我也不太会说。而且你还不只是一个腔调，对不对？你是不是生长在很多个腔调里面？对，桃竹苗都有，四线海陆跟饶平。四线海陆饶平3种你都有接触。对，但是就是没有常常在讲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想透过比较用司机的角度，他比较亲近一般大众的生活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书籍。那因为特别是在客语的出版，其实在一般比较少，那比较多的是政府部门出的比较知识性或者教育性比较高的，有点像字典呐，或是什么俚语俗谚。对，所以我们想更亲近大家的生活，然后可以在平常我们就可以说跟司机用客语来对话，它可能是一个单字一小句话这样子的方式。对，我也他多多后有闲到呀吧，就喺这个高共下的这一页，它其实介绍的很完整诶，就是从客语字到华语的翻译，然后再到客语的拼音，而且还特别标示是哪一个腔调。然后这里面的内容呢，非常的口语跟日常，而且主题非常鲜明，就是你要去哪里玩，你要去吃什么。像亚本书底度有很多这样子的整理，然后依据he访问的亚的司机可能係啲目標用嘅素材，桃園的可能就是會六強啊，可能沒有啲咧就會有西煙強，不同的腔調，然後用客語來做一個介紹，但是就是會覺得。这样子看客语的书就不会像在要钻研学术一样要这么认真，就是我们很难得有一类讲学的做的有写学文思，还有学法拼音按用的书，然后它算是比较轻松的、比较平易近人的，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很多旅游景点啊，像地图有没有？立刻就翻到地图啊，然后还有一些包含这个景点的介绍啊，每一个景点大概有什么好玩的，其实都有同台家来分享到底。所以算是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跨界的结合，而且甚至我觉得有一些很有趣的是，包含亚的司机本人的介绍都讲得非常详细，他们的人生故事啊，亚的可能有读到蛮个困难，然后甚至跟这些景点还有什么样的结合，甚至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亚给受差的变迁，对，他们都可以分享在里面，然后就会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深入的旅游书跟一个故事的感觉。对，因为其实，在书里面我们有蛮大的篇幅，其实在跟司机的那个人生故事有关系。那因为很多司机也开计程车可能很久，那其实他会看到一个地方的变化，比如说有桃园的司机，他会跟我们分享20-30年前他载客会去的旅游景点，然后现在他载客的方式又不一样，他转换成更像是一个可以做地方导览，它可以介绍过去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那现在大家会去吃什么样的美食，或会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它会有一个地方变迁的一个叙述，去让我们了解哦，原来客庄文化或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有不同时代的这些文化还有故事。对，而且用笔总 TPA 和 Hip 帮他们拍了非常多照片，而且都美美帅帅的，然后又有凸显他们专业的感觉，就是很真实的记录他们。然后甚至单枪出了一本书，一个是 有看到一个 MV 啊，就是很难得哎，书还要跟 MV 来做结合。刚他那个拍的那个 MV 是不是也请执行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我们在这一次的计程车的释放旅游书里面也拍了 MV。那其实我们跟上一次微醺讨滋味这本书一样，我们都从书里面延伸了做一个单曲。那我们在这一次还增加了 MV。那其实最主要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同温层。那特别我们在这本书，我们是希望用客语为核心为主轴。那
语言它其实最适合用声音的方式来表现，所以我们不只是只有看书，它或者某些拼音我们可能不一定读得懂，可是我们还可以通过音乐的方式，还有 MV 的方式，可以再更亲近这个客语，它其实它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语言，这样子。难怪刚刚歌曲一直在重复 Ohinaivi 就是这上面说的塔库西 Ohinaivi， 而且就是像这个塔库西对我们来讲，就是因为台湾有这个日据时代一段时间嘛，古时候塔库西其实是日文，但是还是非常多呀，种下的斯坦人有习惯讲塔库西啊，鸡肠茶、鸡人茶，全部都有人讲。所以其实用这个方式，本大家对其印象动程啊，今日唔但像青南的也有强到呀，剧场文化执行长也是这本书的总编辑来，到节目当中来小嘅以外，下一段节目当中，还会有强到两个神秘来宾，爱同大家来和较详细分享一本书哦。啊，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继续讲哦。大家有真到福起来咧，我係仲一群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它故事愛去哪位？係自從文化新出來一本同特別咧跨界的書，佢包含嘅有呀旅遊嘅景點啊，韓國講客話啊，韓國呀雞腸茶司機嘅故事啊，大家有沒有覺得看這封面好像有一點失真？有沒有？這個它故事嘅司機哦，雞腸茶嘅司機有冇有按獎嘅喏？我同大家講，今日本人來到現場，細細格格來分享，今日生日愛同大家分享嘅來賓哦，來分享雞腸茶司機，我們的新城分享。大家好，我叫盧新成，今日東風喜來到福氣來了。哦，好漂亮哦！我們的封面女郎新成哦，來到節目當中，啊，今日係一個雞腸茶司機哦，等下再個請佢同大家來分享佢嘅故事。接下來還有另外一位咩共用係雞腸茶司機來分享，各位快睇個分享。大家好，我係郭偉凱，新竹雞腸茶中華衛星2軌236，是嗎？哦，客話講得當好哦，啊唔過大家啲冇講太過唔咩客人咯。剛他連這個講中華衛星的時候，都吃到有一點點客家國語跑出來了，是不是？講太過你唔咩客人？唔係，啊，唔過人家嘅客會。講到比愛講語言還卡好，我愛講到剛剛咕咕，怎麼會這樣呢？我要他談國泰國講話，我就是知道很奇怪，有沒有？很不像是一個唔會講客嘅人。啊，唔過因為工作嘅關係來到新竹誒，嗰時候就在這個環境就好多會講客係冇？錯。哇，很強哦！啊，接下來就有請到兩個專業嘅雞腸茶司機，嗰時候我見佢特別穿制服，有沒有？想要跟大家距離拉近一點點，來分享吼家到做雞腸茶嘅經驗嘛，韓國家到嘅經歷啊。先請新成跟大家來分享一下，你做雞腸茶司機有幾久誒？今年是第3年。第3年。對，第3年。但是我覺得看到你就不太感視覺上，應該一開門大家都會嚇一跳，就就是原本一開門都說啊大哥麻煩那個不對，是一個超漂亮的小姐。就大哥你好，我要到哪裡？怎麼是小姐？這樣很多客人這樣子吧，就每天都會遇到。每天。對。那為什麼新成會想要來當計程車司機呢？就是工作比較彈性，對，然後因為原本是做。就是百貨公司銷售香水的櫃姐來着，難怪，給我一走到就是窄裙，然後來到就是有櫃姐的感覺，有沒有氣質高雅？對，就是那個工作時間比較長，對，那後來因為結婚了，結婚之後就是都在家裡帶小孩，對，然後就是長達大概8、9年都在家裡帶小孩這樣子，好辛苦哦，對，3個小孩，哇，3個。
3个，对，3个儿子，太厉害了，3个儿子。对，那就都自己带，所以都没有上班。然后是后来小朋友大了嘛，大了以后就是陆陆续续上幼稚园、小学啊，对，我就开始想说，哎，那我能做什么？然后如果重回原本的职场，比较时间搭不上，因为工作时间太长，顾不到。对，然后做那种科技公司的又比较古板一点，又比较不像我。对，我就比较不喜欢太刻板的这样子。然后后来是因为先生他是做机场接送租赁车的工作，对。然后那时候因为疫情影响，就是各行各业都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就是鼓励我就是去考计程车。故事你点都会在疫情的那一段时间。对。哇，不会觉得第一个危险，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开计程车司机们其实都会有一点紧张，因为你不知道会载到的，对。但是就是勇于的去尝试，所以我就一开始就硬着头皮去考了职业驾照跟营业登记，好厉害哦！就开启了我计程车的这个生涯。3年，对3年给经历。但是我很好奇，因为我本人是路痴啦，就是因为蛮多女生都有这个问题的，对，就是这跟那个就是基因有关系，因为雄性动物需要狩猎，所以它的有那个地图的方向感的能力非常好。然后我就是觉得我就是那个没有狩猎能力的雌性动物，所以我想问一下星辰，你是一个方向感很好的人吗？本身喜欢开车哦，那这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都常常就是开车就是到处跑。所以方向感就新竹县市啊，就还蛮 OK 的。哦，比如说你服务嘅範圍就差唔多迄啲啊，新竹嘅所在。對。新竹市區新竹縣市、竹東、竹北、新埔、關西都有，全部都有。然後亞白還順便來當了一下封面的，那真的超美的。對，很開心可以看見本人了。同他分享嘅故事，還有那個一位誒個泰國。其實真嘅愛講嘅人生故事哦，我同他講30都講唔聽，真的太精彩了。泰國同他來分享一下，你入行多久了？19年前我又是6年，後來換別的工作以後，去年才又回來開計程車，回來開1年多。哦，故說你喺19年前4、6年，唔過又停了東從一段時間，又再回來這一個職場這樣子。這個是不是高大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做乜該按多年前有接觸過啊？還又開始來繼續來做計程車這個工作？哦，跳完本身開始講3集了，本身都共同做事啊，但因為該東西應該都勞動做勞工服務，他把勞工又是輕啊，共同搶趕不方便，他想說開計程車比較彈性嘛，也是一樣喜歡時間彈性的工作，自己跟自己請假時候嘞，所以就開計程車，哎呦挺好，所以後來就是中間又去做了其他的工作，後來就去選舉，結果又選到，那就有選到就做。縣議員不得了哎！現在沒有議員，現在剩5毛了啦。那後來就是議員也不做了。那我朋友有當選，都信部當選，清新園議員，我就本上去硬愛主力，後來就變我做他的助理，又去當幕僚。對啊，等他一屆做完以後，我再回來開計程車，還有。哇，其實泰國嘅故事非常嘅精彩呀！啲都大家喺個有去買一本書嘅話，每總得看到泰國嘅咁精彩嘅人生故事。佢其實唔單槍做幕僚，為勞工服務，縣議員不止這樣，其實佢做嘅工作有非常非常多種。我看一本書，我之後看到泰國嘅故事，我就覺得哇，這是一個很精彩的人生縮影。我原本以為我在看旅遊書，結果殊不知看到了好多個咁精彩嘅人生故事，因為這也是我覺得這本書非常吸引我的地方。所以泰國同大家分享一下，嘿，想要從人嘅茶嘅法，我去那片當草嚟當人嘅茶呢？我去那片草。張起沒到你？因為平常你到高鐵站排班沒係新竹，新竹高鐵站。嘅2位係同事就超嘅，是有時候會遇到嗎？
就是会遇到，只是比较就是排班，就是大家有时候没有下车就不会遇到。对对对，都在车上吹冷气。那来同大家分享一下，高泰高人嘅啲新竹嘅服務範圍、視察嘅範圍，睇睇到哪片？你看我云南，你是云南呗，只有澎湖不能去啊。真的假的？其实我们还有同事真的把从高铁站把人载到高雄，但是那很少啦，因为你大部分人他会去科学园区啦，礼拜一到拜五啊，拜六礼拜会去一些风景区没有。对。所以其实真的是很辛苦哎，俺兄要到爱分享要到私房景点真的很不容易。但其实对于2位，对于新竹来讲，应该住的就是都是习惯这个地方，所以有一些自己的私房景点。那是不是有7个很特殊可以分享给客人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新城先跟大家分享好了。你觉得你最擅长分享给客人的一些景点是什么？如果你还有对于想要去哪里旅游有一些疑问的话，通常新竹的话就是差不多，南寮渔港，南寮渔港它是算是可以有吃又有可以玩，对，还有骑脚踏车，然后蛮多小朋友也会亲子活动都在那边，对对对，然后那个市场里面都会有一些就是海鲜餐厅啊，都很新鲜的，对，然后。骑脚踏车，什么17公里海岸线那边这样，好像有点长。对，但是它就是沿路的风景都很漂亮。对对对，还有可能就是内湾啊，内湾老街啊，北埔老街啊，对，就是很常客人会想就是来到新竹县市会想要去走走的地方。对对对，给狗胎狗脑。就是按照会说啊，如果要爬山哦，简单的山哦，用你个飞凤山啊，新部的简竹坡啊，九琼湖啊，还有关西马武都啊，那像除了刚刚讲的老街，这个铺培哦，新部没有老街，但是北埔老街的话，还有之前电视剧很红的江阿新讲的茶经的那个，还有邓南光影像博物馆，再跑远一点还有。峨眉湖很多地方啦，但最重要哈，第一一定要吃板条，好客家哦，而且板条。从新部汉还有起边，那个是全台湾比较少的晒柿饼的地方。不但可以买柿饼吃，而且可以看柿饼制作过程。哇，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嘿，跟我们走到一个机场茶档工，同司机按用大嘴鼓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听到，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风格跟你很像的司机，他就会同我们 sell 给他自己的私房景点，可能就会是你喜欢的私房景点。古时候有本书做在本大家做在接群，喊卡到机场茶司機家到嘅人生同家到。探談一下新來有哪特別嘅好教好料嘅，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繼續同大家來分享故事哦。好，非常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哦，它故事而去內邊。剛剛順便給大家看一下封底啊，就是其實有當到清講嘅方面，所以也係啲嘅講機場茶理由，還個講客，啊唔過其實沒有當到人生嘅故事土地度，算是一個結合了非常多內容都地度嘅一本書，是這個劇場文化最新出的書，同大家來分享。今日呢，同時邀請到總編輯，還有2個機場茶司機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那就很好奇啊，因為我大部分講西安哈多嘛，2位都係講海陸嘅。那我們是不是請新城跟高大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係講寧夏草多呀講海陸強嘅機場茶？因為2位的車子都有貼愛講好的貼紙嘛，對不對？那如果說海陸腔的計程車常用客語有哪些？我們請新城跟大家分享一下。通常就是因為我們那個玻璃上面貼走得通愛講哈，然後有些長輩一上車的時候就會覺得說，你會講，然後就會就是用簡單的，就會先問說，叫誰啊？
谁们安讲啊？几多岁？几岁？对，然后就说看到女生，然后就会说哦，谁们会动酱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会就是跟他就是开启了就是简单的那种客家话的对谈，这是基本的啦，简单的。你爱去哪位？什么？你爱去哪位？你爱去哪位？对。我们来强迫执行长学一下。你有去哪位？哦，很准，毕竟就是同名嘛，爱去哪位？对，所以其实透过这个讲客语，应该可以让很多的比如讲乡亲啊，觉得很亲切吧？对，比较亲切。对，因为基本上高铁载到的客人基本上都是商务客、外国客比较多。对，但是也是会有一些长辈，对，那他就会觉得，你会跟他对谈，基本的他会觉得还蛮亲切的，然后就会下次还想要坐你的车。对，又建立了另外一种关系，这样子。跟狗太狗，有人下堂咧出来，你唔未行音么？有冇？其实你给他差很少机会讲哈，因为第一个是高铁的客人，绝大部分还是最近20年才移民来新竹县的外地人。对，尤其是这个科学园区。对，那当然佛塔条在火车站上车的客人就多一点本地人。第二就是比较可惜的是客家人已经很习惯不跟外人讲客家话，是，因为他的客家话，你客家国语跑出来。这等一下再讲，就是说中年以下的已经很习惯用国语，但是长辈他也习惯跟外人。他也讲国语，但是我听他的口音，或者我听他要去的地点，譬如说有新埔，那新埔镇的客家人比例非常高，我大概就可以猜到他是客家人。那如果你主动跟他讲客家话，其实有些年轻人他会没反应，一谈不去，但是有些长辈他会非常高兴，就非常亲切，开始跟你对话，甚至你刚刚说口音，我有时候也会赖皮，我没有把握他是不是客家人的时候，我就故意说。那请问这里往右边吗？那客家人他一听到这句话呢，他就像他不会这样讲他就是某个开关好像被打开了他根本不考虑你原来你是客家人，这个完全没有在他考虑，他自动变成客家话。哇！膝盖式的反射，只要一听到说。一听到就直接反射。对，一听到说，比如说往右边走啊，跟那个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类似这样的，他马上就会转成客家话。真的很道地耶！因为你刚刚讲，如果我们照字念计程车，我们会念给厂茶，但是真的有在讲客家话的人，真的是念给郎茶，我就给郎茶。我们根本那个厂就是直接简化变成郎了，对不对？所以刚刚一听我就知道，这个高大哥的客语已经学得很道地了。但真的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人会继续同声音的，也係講自家很會繼續講下的。那星辰還有在繼續說客語嗎？有在教你的小孩講客語嗎？比較少。對呀，對，所以但是小朋友就是學校有教啦，然後回家的時候會阿妹，我讀需要嘞。对，慢慢的他们会讲一些简单的。对，我们从这种方式很生活化的方式，再跟大家来分享讲客的方法吧。那个高大哥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技能，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其实服务很多这些商务的旅客。每個的銀行估上面會有學到一啲啲的外語，對不對？有一些啦，其實 Google 都有，但最重要，你碰到這一國的時候，你記不記得？那我是通常是想不起來。對，我是碰到新的國家，愛問記，然後我就想辦法記起來。當然有些忘記，最好玩的就是開記者才發現，我們有這麼多的國家的人在新竹縣活動。比如說你說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這些不要講了。還有一些我們比較少聽到的，譬如說史瓦濟蘭啊、甘比亞、肯亞、哥倫比亞、瓜地馬拉，或者是這個俄羅斯、立陶宛、愛沙尼亞、塞爾維亞。我還曾經一天晚上先後載到烏克蘭人，下一個乘客是俄羅斯人。哇，太特別的經驗了。那對啊，所以有一些你說如果有一些非洲或拉丁美洲國家以前是殖民地，可能給官方語言是英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語等等，但是有一些它真的有自己的語言，譬如說印度它以前是英國殖民地，是啊，那我們那裡科學園區其實有非常多印度工程師，那印度的謝謝呢，你可以說 shukriya。
Shukriya。对，那有一次我问印度人，他说他没发现，原来是这样，就是说阿拉伯文是 Shukran， 其实两个很像，很接近。对，那比如说那个俄罗斯是Spasiba。对，当然这个其实不学没关系啊，我还是比较鼓励我周围朋友哈，我们改外国语呢，就是平常帮我们做苦工，帮我们倒垃圾，帮我们做家务，照顾我们长辈的，什么菲律宾人，你要会说萨拉玛或者是越南你要说感恩，印尼人你要说德里玛嘎西啊，那泰国那个三碗猪脚大家都知道，像是这些是我们其实跟我们最亲切的外国人是这些，但是为了希望我们更多人可以保留我们原来语言，我尽量连新竹县原来有的比较人口比较多的原住民也尽量学，比如说泰雅语就是母海鼠，或者是我们的塞夏阿美也很多，马洛啊、米亚赖啊等等。大家尽量学了。我觉得高大哥语言天分好像特别强，对不对？真的。执行长有吃到人挖到宝，有没有？有。就是这书里面其实集结非常多很多故事的计程车司机，每一个都是宝贝。怎么找到这些人的？我们一开始当然会透过桃竹苗各个地方的车行，我们先来询问。那因为我们要找的司机的对象也比较特别，那因为第一个就是要会说客语，那所以其实一开始车行听到我们要找的司机的时候，都会惊讶为什么我们要找客语的司机？对，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在找司机的时候，我们先透过车行，对啊，那因为其实很多司机都比较害羞，其实像高大哥啊或那个星辰这样的司机，其实不多，其实我们也都是透过那个司机还有。车行来推荐。对，你那时候在找到这些对象的时候，有预设想要有哪一些条件吗？除了要共哈赢哦，还有因为我们想要平衡，就是在书里面故事的丰富度，所以我们大家听到计程车司机，第一个想到是司机大哥，对，所以我们也想除了司机大哥之外，我们想要找女性的计程车司机，对，然后因为桃竹苗。说的客语的腔调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要找腔调也要分散，有市县的、有海陆的不同的腔调的司机。对，那我们就在寻找司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花了一些时间的。有，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位也是苗栗的，我的同乡，很可爱的，对姐姐，对，其实这个很难得可以看到女性计程车司机的故事，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家的性别平等，我觉得这也其实蛮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也很佩服你们，就是愿意做这一份工作，让很多女性的夜晚乘车的一些乘客们会多一份安心的感觉。对，故说亚本书真嘅是拍被动精彩的故事，节目都也哈爱上了每一下两位都机场茶服务的一段时间的两位司机哦，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周亚芬铁路亚的吃到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星辰先跟大家最有成就感应该就是小朋友他们就是。在他们去上课的时候，然后就说妈妈是计程车司机，然后同学看到就觉得怎么那么不一样？对，就是小朋友就会觉得很特别。妈妈很会开车，这很值得羡慕。像我就很羡慕很会开车的女生这样子。对，然后有时候就是客人的鼓励啊，然后会让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对，就会被客人搭讪吗？会，因为可以讲太漂亮了。我有遇过那种，就是开车开到一半，然后停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然后那个客人他就自己摇下窗户跟那个卖玉兰花的婆婆，对，他就买了一整盘玉兰花，然后下车的时候就说，我没有什么好送你的，这一整盘送给你。好啦，也是蛮温暖、蛮可爱的。对，就是很多遇到很多，就是还蛮特别的。对。给高大哥呢，不，你知道情有新处感美喜亲死亲。也很难说成就感了。我觉得你每天出门能够安全，然后不要造成自己或别人的困扰，不要出事情，然后开车该让人要让人不要
不要做马路上的恶霸，然后尽量亲切的对待每个客人，这就很难得了。因为哈巴真的这个客人有时候让人很生气，摆就立摆，动就11点，你让他讲你有去巨城，那是一个大停车场大塞车啊，是他会讲摆下就5点，去讲会去科学园区。那下午5点我可以载你进去，我出不来呀。对，但是你也是要体谅人家，说人家可能就住在那里嘛，你也不能要求他，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回家或晚一点回家？你一定要在下午5点回家。还给人家约在巨城吃中饭，你不能叫人家这个下午2点不塞车再去啊。这个，但有时候真的会心情不好，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一定要对每个人很亲切，因为你难免哈。这个碰到大塞车哦，我行不出忍住骂，就觉得都是因为你客人，你干嘛去那个？你新竹走嘛该，我带你去新埔好不好？那你不会塞车，问题是客人就住那里嘛，你不能够。但是这些都是讲漂亮啦。说真的，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每天回家数钱的时候，就是每天这些钱可以应付家里的开销，然后自己可以养家活口，有一个小小的幸福。自家做伊的事业要感觉，古说我今日真经非常的精辟啊，亮的本人尊崇的家常茶司机节目的亲密，有话跟大家讲，像执行长快点来跟大家分享，想要买亚本书，要去哪一篇买，哪里可以买得到呢？好，现在在各大通路、博客来、网路等等都可以直接买得到。欢迎大家来支持亚本书，来看那种精彩的故事哦。今日什么3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没什么，天司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时间休息一下，共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嚟嘅天司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還個訂閱客家天司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